BAFS DSE 2019年第9條 MC， 咁呢條 MC 咧，想當年咧就48% 咧嘅人答啱啊！咁呢題其實就問大家咧，商業道德咧嘅有關陳述邊句係正確㗎啦？咁一咧就係法律上邊可接受嘅商業行為可能係唔道德嘅。咁其實呢一句咧都正確嘅喎，即係法律上邊可接受嘅商業行為可能係唔道德嘅咧，即係。你好簡單舉一句嘅例子啫嘛，即係其實即使喺香港啦，你 OT 唔俾錢，咁其實你都冇話可以告嗰個嘅僱主噶嘛，因為法例都冇去講明到 OT 一定係要俾錢嘅咁樣，咁所以你見到香港其實有好多人 OT 都會冇錢啦，咁但係其實你 OT 唔俾錢咧，其實都唔道德噶喎，咁所以咧一其實係正確噶啦。好啦，二啦，專業操守係政府為企業編制咧，咁呢個就錯嘅。咁呢啲專業操守其實都係一間公司佢自己圍落去定翻啦。咁第三咧就係商業道德係企業應遵循嘅一套有明確定義嘅道德標準、道德原則同埋標準啦。咁錯就錯喺個明確定義啦，因為其實咧道德咧就冇一個明確嘅定義嘅，即係究竟咩先叫做合乎道德咧？咁國家啊或者地方啊時代嘅唔同都有唔同嘅標準啦，咁所以3係錯嘅，咁所以答案就係 A，只有1係正確嘅啫。